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台中東區這棟商業的大樓的外牆掛補習班的布條，講布條落去，就安尼定立的13樓高的高空海來海去，因為下骹是車路車真多，邊仔閣是鐵軌路，不時有火車駛過，民眾講看到實在是心驚膽嚇。老阿厝外牆上頂懸補習班的廣告布條，佇要3/4落來，國護風一直咧吹，袂輸要落去。詳細看下骹就是台鐵的鐵軌路。不時有列車經過，邊仔閣有民眾甲車輛咧行，就驚布條落來發生意外，民眾緊翕相鋪上網，呼籲相關的單位緊處理。韓國的警警就出現佇咧台中東區，這棟大樓有袂少補習班進駐，其中一間提供醫術人員執照考試課程的補習機構，為着招生佇咧外牆掛大型的廣告布條，想袂到其中一條固定線連起，大範圍落去掛佇咧半空中，互袂少人看了是替緊張。有可能會飄到鐵軌上面嘛，所以比較危險。掉下來，應該砸到後人或車會很危險吧？覺得風如果很大的話，真的可能會飄到鐵軌那裡。實際等來到現場看，布條敢若已經落去的部分先互拆掉。議員接到陳情嘛，同步了解狀況，回應環保局初步勘查，目前無即時的安全疑慮。因為布棚固定佇咧13樓的外牆，若要完全拆掉，就要借12樓來做施工。厝主目前人佇咧國外，按算6月初5才會轉來，到時提供鎖匙，安排人員做拆除。廣告是掛甲真顯目，有效果無唔知影。不過，先甲民眾行甲流凊汗。雖然目前相關的單位認為無即時的危險，不過補習班為着招生掛顯目的廣告，嘛應該注意布條違法的情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